咁啊，要知道下呢個源流學拳呢，學唔學到？第一要知道個派門入邊嘅源流點樣來去，咩叫做白眉呢？咁要知道下嗰個源流。一計正起上嚟呢，中國嘅功夫呢就萬不貴重嘅。紅時呢一鬥大鬥時咁開始出嚟嘅，咁然之後呢，由佢時頭嗰度散出嚟呢，開枝散葉。咁白眉嘅功夫呢，就出於四川嘅峨眉山，呢個嵩山嘅少林，福建有一個少林，四川嗰邊有一個少林。咁少林係四川嗰度咧為始祖嘅。咁佢嗰度呢有5個弟子喎，有5個弟子喎。第一個弟子係邊個呢？咁就係五梅。第二個弟子呢就白眉。第三個呢就鳳道德。第四個就智善。咁第5個呢就妙顯啦。咁由嗰度呢，咁有5個入室嘅弟子。咁呢個5個弟子嘅師傅係邊個呢？咁又要知道，即係白眉嘅師傅又邊個呢？咁就係明朝末年嘅時候呢，即字紅毛嗰啲兄弟，佢嘅名嚟叫支國籌。咁佢係一個武將嚟嘅。咁明朝末，所以佢哋走咗入去少林做一個道士。咁然之後呢，入邊咧就教呢啲和尚，教呢啲道士喺入邊少林就教嗰啲弟子。咁捉呢5個呢，就認為呢最好嘅。咁五梅呢就雲遊，佢嘅功夫呢傳落去呢喺啲師姑嗰度。嗰隻白眉呢咁，好啦，過落去呢，佢邊個呢？廣為禪師，而一個高振中。高振中呢就去咗做官，即係所謂金物，打黃家貢，打香港政府做艦長咁之類。所以佢呢以身作則，啱啱嚟個反清復明嘅時候呢，洪門嘅時候呢，而即係佢自己嘅本身係食咗皇家嘅嗰碗飯嘅，所以佢哋要盡佢嘅職責，即係至少係金物至少係顏紅咁，佢做艦長白眉嘅友仔做百厭仔落，佢唔會賴你咯。所以嘅話呢，遇到今日就好多消息講呢，就係話白眉道人呢係一個反嘅咁反武林嘅，你呢個就唔係嘅，自己要自根要清楚呢度。咁高振中人一個呢，廣為禪師，跟隨呢嗰個白眉道人嘅。咁白眉道人到光為啦，光為至落邊個呢？竺忽雲禪師。竺忽雲禪師呢，我落俾張崖傳宗師，即係我嘅師傅啦。咁張崖傳呢第4代，咁我呢第5代啦，佢係第6代啦，你哋第7代噶咯喎，一路呢個傳數咁傳落嚟呢，就不能話少得噶喎，一路要知道喎，知道呢個一路落噶喎。